各位街坊，大家好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，除咗講健康湯水，亦想從中醫嘅角度講下點解有啲人容易對吸煙或者對電子煙上癮嘅，甚至接觸到太空人嘅毒品呢一種問題。其實呢啲問題咧，唔單止係心理層面，仲可能係同身體機能有關嘅，特別係脾胃氣虛。喺中醫嘅角度認為，脾胃係人體嘅後天之本，負責消化以及吸收營養。如果脾胃唔好嘅話，氣血唔夠，身體就容易出現疲倦、精神不足，甚至係情緒低落呢一種情況嘅。喺呢個時候，有啲人就會透過吸煙、電子煙，又或者其他嘅方法去提神，或者係舒緩壓力。但呢一啲行為其實係治標唔治本，長遠嚟講仲會加重身體嘅負擔，形成一個惡性嘅循環㗎。脾胃氣虛嘅症狀有以下呢幾種，包括食慾唔好，即係咧我哋冇乜胃口食嘢啦，成日都覺得飽飽滯滯。第二就係疲倦乏力，成日都覺得攰賴賴，冇嚟精神嘅。第三種就係面色好黃，又或者面青口唇白，呢一類嘅面色亦都反映翻我哋嘅身體氣色唔好嘅症狀。第四咧係好容易出現消化不良，又或者成日都覺得肚仔谷谷脹脹呢種感覺嘅。所以如果想解決電子煙又或者吸煙上癮呢一類嘅問題，我哋首先要調理好脾胃，令到身體可以恢復翻平衡先。今日妍影醫師會同大家介紹一款健脾益氣、潤肺清毒嘅湯水，幫助大家改善身體嘅症狀，同時間減低對煙草又或者電子煙嘅依賴。呢款湯水咧就係淮山、茯苓、蓮子、粟米煲豬骨。材料有淮山1兩、茯苓15克、蓮子30克。而淮山、茯苓可以做到健脾益氣嘅功能，蓮子可以做到健脾以及養心安神功能。再加上粟米1條啦，粟米咧可以做到潤肺以及健脾胃嘅功能嘅。當然喺湯上邊可以加啲紅蘿蔔，做到清熱化痰嘅功能嘅。最後可以加豬骨落去啦，做到補中益氣嘅功能嘅。